有立委和台湾吉酒协会联合调查，发现中国政府这几年咧支持因的米乳产业，透过补贴，让中国业者有材料摒俗价，攻占台湾的市场，各用包装，让消费者掠准是国际品牌。目前咧，中国已经真做咱台湾米乳进口上济国家。干那顶头写着美国知名的品牌，不过产地是中国。另外，这种干那顶头是银白色红底美国品牌米乳，也是中国制造进口。面台质疑中国政府这几年开大钱补贴，另外用国际品牌包装误导消费者，要抢台湾的市场。伫即嘛，台湾人若啉3罐米乳内面，就一罐是对中国来。让他们能够呢，相对呢，以低价格的方式，然后减少成本负担的方式来倾销到其他市场。最近呢，我们在跑团的时候，就很明显的感受到，今年1到7月，中国输往台湾的啤酒，有很大部分是在福建的一个莆田市制造，那85%倾销到台湾来。根据财政部的资料，伫即嘛，咱国市面上卖米乳超过一半是进口。其中，以中国进口的上多，超过5成，过来是荷兰。中国米乳伫咧市占率是一年比一年增加。民代希望财政部、经济部要赶紧调查中国米乳是毋是有倾销的记录，并且提出具体做法加反制措施。业者就是因为我觉得涉及损遭他们的权益，跟关务署提案，然后一个立案，然后就是提出这个被损害的问题。业者他如果在提申请的时候有一些需要协助，我们有委托全国工业总会来协助业者去准备这些资料。对中国米乳是毋是有倾销的争议，经济部讲，听说是。台湾的业者若是有记录，会当甲财政部申请立案调查，由经济部来判断是毋是有产业损害。要若表示有错误造成记录，是由权责机关地方政府来调查是毋是有违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